第16章，论到为圣徒捐钱，我将前怎样吩咐加勒泰的正教会，恁也着怎样行。每拄着7日的第1日，逐人照家己的进项抽出来留地，免得我来的时阵现到。到我来到，恁小批举荐一罪，我就车因，将恁的捐钱送去耶路撒冷。若是我也应该去，因通甲我相甲去。我要对马其顿经过，既然经过了，就要到恁迄位，或者甲恁相甲店几时，也是过冬。无论去倒落，恁就通甲我送行。我现今毋愿意路经过看见恁，主若准我就望甲恁相甲店几时。总是我要照顾踮伫以弗所，直到5旬节，因为有宽大阁有功效的门为我开啦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若是提摩太来到，恁就留心，互伊伫恁遐无所惊吓，因为伊努力做主的工，亲像我一样。所以无论一罪，拢毋通藐视，只要送伊平安进前行，叫伊到我遮来，因为我望伊甲兄弟相甲来。到伫兄弟阿波罗，我再三会苦劝伊，甲兄弟到恁迄位。总是这个时，伊决断毋愿意去，迟时有机会，伊的确去。恁务要警醒，伫真道上徛得牢，着做大丈夫，着刚强。凡若恁所做，拢着凭疼心来做。兄弟啊，恁知影司提反一家是阿该亚初识的家子，并且因专用服侍圣徒做少年。我苦劝恁顺服这款的人，搁一切的同工当着磨的人，司提反甲福多纳多，搁阿该古到遮来，我真欢喜，因为恁款待我有无够的所在，因拢保障，因叫我甲恁心内拢快乐。这款的人，恁务要敬重。阿西亚的正教会，甲恁问安。阿古列甲毕基列，搁伫因家内的教会，因为主多的问恁安。众兄弟拢甲恁请安。恁要斟喙问安，彼此拢着圣洁。我保罗亲笔问安。若有人无听主，这个人是可咒可诅。主的确要来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，甲恁众人同在。我伫基督耶稣内的听，甲恁众人同在。阿们。